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顾家，欢迎收看3月18号礼拜三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全国努力的防疫，但最近竟然有诈骗集团偷用东区里长陈姓男的相片来设赖的小号，进一步向其他的里长来销售催案。结果里长发现无对当，向陈里长纠正以后，才发现是诈骗。警方目前正积极侦办当中。在全民防疫期间，竟然有诈骗集团想要利用里长的名义来花疫情财。东区台北里长黄耀鲁赖的相片，今日就被冒用，歹徒利用里长相片创立赖的账号，向其他里长表示有大批催案要卖，知影家己相片成为诈骗集团行骗工具后，这也让里长黄耀鲁非常生气。歹徒也很可恶，那用我的人头像呢去诈骗各里长，这样子是非常不好的。所以说，我现在在这边呼吁，因为以前是没有这样子的啊，所以说呢，现在是头一针，所以说我认为是说，现在社会大众不要制造这个社会的这样子的不安宁。诈骗集团利用人甲人之间的信任，想要趁到这波疫情来赚无形钱。好佳在2位受害里长发觉有异状，转向东区区长陈姓男纠正，才无予催案诈骗人继续扩大。我敲互黄义年里长，佮敲互市长了，我喊人讲唔对，哦，伊直甲我逼，伊若莫甲我逼汇钱，伊甲我逼遐紧就对啦。我会转来了，我会汇钱，互伊嘛无一定啦吼。但是吼，我就是转来，我甲伊讲吼，毋过我即马人伫外口，我转来可能爱较暗哦，你敢要较暗较来摕钱？无你直接来摕啦，你若无方便直接来摕，迄阵我就已经敲互黄义年确认，我就按算讲，我敲互伊，你若真正敢来，我就一定要派出所来啊。这个诈骗集团非常厉害，可以用我们里长的同事的一种信任感。来引起我们的注意。那当然，过程中是有几点怀疑的地方，那当然也不以为意。那只是说，好在感谢区长有赶快的在我们的群组里面通知大家这是一个诈骗，我才惊觉，然后想要再回去再引诱他，看能不能讲出一些更后续的东西，他就已经离开了整个聊天的部分。当下就跟里长讲说，要把这种状态的话，花在我们那个里长啊，包括社区啊相关的群组里面去告知，不要人家受骗。完之后的话，我想说，这种事情应该是不止我们区，搞不好别区也有，所以说我就在用他这个案例的话，在那个脸书里面，个人脸书里面就及时去做一个口吻，因为想说，这样子的话，是不是让我们各个区的里长有知道这件事情？如果他别区的话，如果这样子的话，能够预防这样子被人家诈骗。想不到有回应的里长，大概是永康的里长也有回应嘛，南区的里长也有回应，他们想不到说，他们查一查，他们的区里面还是有这种事情啦。市长黄伟哲知影这件催案诈骗案后，嘛只是市警局爱尽速破案。诈骗还用这个冒用里长的名字，因为里长目前为止协助防疫工作，那所以说用里长的名义来来这个卖口罩，这个部分我们已经请这个市警局。同仁来全力介入侦办，务期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诈骗的人抓到，将他绳之以法。警方目前已经介入侦办，并协助受害里长将赖的账号加密，防止被盗用，并提醒民众对着可疑的消息一定要纠正，莫成为诈骗集团口中的肥羊。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虽然17号传出台南有一名大学生确定诊断出武汉肺炎的病毒，但面对学校做出超前报销的规划，市长黄伟哲表达肯定，同时认为中央禁止出国的政策应该对高中以下扩大到大学，才能做有效的预防。17号传出台南的国立大学有出现一名确诊的学生，另外一间大学也有学生伫咧居家隔离的状况。所以，两间学校拢做出部分停课的超前部署规划。对此，台南市长黄伟哲也表达肯定，认为学校提前做出相对的处理也是正确的。有时候超前部署难免会反应过度，但是宁可错杀一把，不可放过一个这也是坦白讲，也是
目前为止大家对于疫情的一个散布如此之快啊，大家的一个谨慎为上的原因之一，就是诚如防疫指挥官这个陈时中部长有讲，他也没料到欧洲的这个防疫系统几乎要崩溃了，他自己也没有料到这个从前天、昨天，从大前天、前天跟昨天，啊6例、8例到10例，他也没意料到这个境外移入会散播如此之快，所以千金难买早知道，所以宁可超前部署，也不要到时候才后悔。所以我觉得，其实台湾在第一波里面，当然是因为超前部署而获胜。那在第二波里面，我们如果因为没有超前部署而这个防疫出现破口，我相信这不是全国民众所乐见，也不是任何一个防疫者所承担得起的。因此呢，对于包括成大或是其他某国立大学，其他就是南部2个国立大学，他们的超前部署，我们觉得站在地方防疫立场，我们是尊重而且乐见的，因为我们不希望说看到任何破口是来自校园，尤其大学生跟中小学生不一样，大学生每堂课都接触不同的老师，接触不同的这个同学，所以这个散布的情形可能会更快。市长也认为，现在除了禁止高中以下的老师甲学生出国以外，也应该将范围扩大到大学。因为大学的这个学生在趴走的程度比中小学都还严重，所以既然中小学都已经停止他们出国了，都已经禁止他们出国了，我认为大学应该要禁止出国。也就是说，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所提到的，说中小学、高中以下的学生跟老师禁止出国。我们是呼吁，是不是可以提升到大学？因为我刚刚提到大学的学生的活动性跟这个他的接触面会更大、更广、会更多、会更多元，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希望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认为说，是不是可以说国内的大专院校的师生在这个时候也不要出国？现在疫情持续来延烧，市府除了提醒民众莫出国，也呼吁爱勤洗手。如果有类似的症状，就要马上到病院来检查。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现在因为武汉肺炎的影响，和一个民众取消国外旅游，为了鼓励全国民众选择来台南佚佗，市府嘛表示，只要民众提出机票、退票证明，就当换台南的古迹或是景点的套票，希望带动台南旅游的商机。现在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伫国外持续来延烧。已经有侪国家拢非常严重，对此现在也有真侪民众拢取消国外的旅游。为了让这民众会使继续来出游放松，市府也推出了机票换套票的活动，只要民众提出机票退票的证明，就会使换出台南古迹或者是景点的套票。我们这个发想是来自于我们228连假的时候，台南市的住宿率，有一些在我们这个观光旅馆的住宿率高达98%。那一般旅馆的这个住宿率也高达94%，民宿的住宿率也高达93%。那我想说，再加上现在因为过去有医护不能出国，那现在又有公教人员、还有老师、还有学生不能出国，那日前又发生林里长的这个事情，可见国人在闷坏的情况下，在假日的时候，尤其是清明连假的时候，可能也需要说有一些舒展身心的方式。那既然扫墓扫完了，那要何处去？那当然就是去各地的景点去走走看看。那如果本来有出国计划的，已经买了机票了，或者旅行社付了团费的定金的，那因为没有办法出国，那如果定金退完了，那有一些部分还有一些损失的话，那欢迎来台南。我们在这个门票上，在联票上，来给你这个补偿，都欢迎。市长也强调，现在因为国内还未宣布封城，所以才会鼓励民众如果要出来佚佗，会使选择台南。如果国内疫情变严重，也会希望民众乖乖伫厝里。如果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封城了，宣布封城了，那当然就是大家都待家里。如果还没有到封城的话，那自然到各地的这户外的景点去走走看看，我觉得是好的。所以我们
有一些当然景点的防疫措施我们也做好，那更何况在一些景点绝对比这个进去纳古塔里面更安全吧，因为纳古塔里面比较拥挤，人又多，所以我们纳古塔是封闭的，但是户外的景点，还有一些比较宽敞的景点，在人数可以控制的情况下是开放的。那所以说，我们认为说跟中央的防疫指导原则并不违背。面对现在观光产业受到疫情的影响，市府强调将会持续向中央争取相关的补助，希望帮助产业共同渡过这个难关。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胡民进并写不借当保护目睭，尤其现在是防疫非常时期，对选手队员来讲嘛真有需要挂。所以担起选手大队大队长宋俊明特别告别6000组来送队员，希望让大家伫巡逻时会当加一定的保护。地上服务镜为家己的健康安全加一份保障。社区巡守队长期以来伫各方面拢会协助警方执行任务。伫现在防疫期间，更是配合警察帮忙各种防疫工作。但是为了市民的安全，嘛袂使不顾家己的健康。所以台南市巡守大队长宋俊明就特别赠送每一位队员一副护目镜，提升自我防疫保护。这个眼镜呢，是我们第5分局中队我们的顾问叫做吴建良。他是我们的巡守中队的顾问，所以那个半陪半协助的情况下来帮助我们巡守队每一个人一个这个防疫期间自身安全的一个保护，所以在这边我也要感谢他。那在这边呢，我感谢各位这个各中队长百忙之中来4、5家开这记者会。那虽然说这个仪式这么慎重，但是我相信我们市长为了这样子做，就是要推广我们这个防疫期间在各方面各阶层的努力。这一支一支的护目镜，不只会当有效防止病毒，伫平常时嘛会当保护目睭。而要做好每一件代志，相关的装备就非常重要。相信巡守队员有了护目镜以后，更加会当放心来为民服务。甲市府做伙，造好市民一个安全和乐的生活环境。我们巡守大队宋大队长能够捐赠6000副的这个护目镜来提供给巡守队员在巡护社区的时候可以使用。尤其在防疫期间，我们当然要让我们巡守队员的装备充实，不仅要有口罩，而且还有护目镜，将来面对可能或不确定的这个疑似的人员，那避免被感染，那这样他们巡护的时候才比较安心因为他们这样子做，才会让大家巡守的工作、巡护的工作能够继续进行，才能够让市民朋友们放心。所以我们觉得，其实这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我们这个护目镜能够提供给我们巡守队员多一层的保障多一层的保护。那这样子的话巡守工作能够做好。在防疫相关政策方面，政府一定会努力做到上完善，民众嘛要好好配合，大家互相体谅，做伙度过这波疫情。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因后个月4月2號到5號清明節連續假期掃墓，可能造成防疫破口，但起碼提出因應的對策，包括連假期間無開放入塔祭拜，無提供清明接駁交通的服務等等，來聽看市長親自的宣導。清明節是我們傳統的民俗節日，為了慎終追遠，但是也要做防疫，有幾點要拜託各位配合的。第一，取消清明誦經祭祀法會。改採靜態搭棚祭祖。第二，為了分散清明連假的人潮，敬請您提前或是延後祭祀的時間。第三，如果有呼吸道感染或者是發燒的人，請多在家裡休息，不要外出祭祖。第四，為了降低室內群聚感染的風險，清明連假我們不開放入塔內祭祀。還有一件事，為了避免密閉空間內的近距離傳播，我們在清明掃墓期間不提供接駁車輛哦。清明同心防疫，市民安心祭祖，大家好好做防疫，祖先會保佑你哦。先休一下，馬上回來新聞現場。跟我們一起走進閱讀308，我們將
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娥、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武汉肺炎疫情大大冲击观光旅游产业，除了各大饭店顺应经济推出外送外载服务来增加生意。伫大饭顶面有业者嘛做出上届实际的回馈，希望伫全面禁止外国人入境的之时，来争取国内客源减少冲击。面对武汉肺炎的冲击，饭店业者真正是倒小月。特别18号开始，中央阁下令禁止所有国外旅客入境的做法，竟互因叫苦连天。以35档的大饭店来讲，虽然做好所有完善的防疫，包括替人客量体温、消毒，以及大房一定要添健康声明等作为。不过，根据统计，3月开始大房率就降了5成。所以业者为了让民众安心，争取商务客推出超价介绍，以1450块的双人房为例，现在来大交800块起跳，经做出实际回馈。我们针对一些特别的族群，实质回馈给我们的客人。那比如说针对医药护的人员。他们在一线为我们努力打拼，那我们特别提供了每个房间折抵300元的优惠，那并且会再赠送他一张300元的住宿抵用券，让他下次也可以旅游的时候同样享受到这样的优惠。那除此之外呢，我们针对现在都没有办法出国的一些客人，那他被取消了，或者是现在也不能出境了，那我们也针对这样的客人提供了以上的房价的优惠，一样同享每个房间不管任何的房型都有300元的折扣，跟下一次的300元的折扣抵用券。那还有针对一些商务出差的客人，同样也有这样的优惠。除了大房行销，饭店应用消费者减少出外用餐的时机，嘛精选自助餐当中的热门菜色，同时甲外送平台合作，推出冷面甲炖饭这2种的招牌料理，希望让民众伫厝内赶快当享受因中破塞和手价。因为因这一波疫情，那我们饭店的部分有请主厨帮我们推出自助吧比较高人气的餐点出来做一些外带餐盒。那就是希望让大家就是除了在家以外，也可以享用到就是美味的餐点。据了解，原本不用社拢客满爱提早预定的餐厅，现在平均人客数嘛拢达2-3成。业者无奈表示，虽然现在只剩国内旅游甲商务客市场，不过因为严格把关，共度疫情的难关。但新闻军自林根采访报道。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出外用餐人相对减少，所以最近5000个饭店虽然疫情，拢纷纷推出外早便当的市场，而且连点心嘛同款来冲业绩。其中饭店就推出素食技能哥的创意，相当的逼真，做回来看卖。如果卖讲无得卡要人准讲是真正的素食啊，这个是饭店业者所推出的素食技能哥，有够咸个古水。特别的是桂圆卵利用分子料理呈现出一粒一粒的柳丁汁，另外青色的则是奇异果汁，加上用纯米所做的米果，营造出饭店的感觉，让互人对着甜点师傅的创意甲手艺真正佩服。这款素食蛋糕，它本身就是有跳脱我们一般的框架，甜点界的框架。它本身它是结于说，我们把分子料理跟蛋糕做一个结合，让它有多元化的东西，变成说不单单只是单纯你享受一个蛋糕，有时候是你视觉跟味蕾的挑战的不同，对，还有一个创新，是，对，非常耗时跟耗功夫哈。是，但因为它每一个制作的工序都非常的繁琐，像我们的那个
柳橙、鲑鱼卵，它本身我们要前一天先制作，那它是以分子料理的结合去制作这个，跟还有起锅的鱼卵。为了做一粒素食鸡卵糕，至少要开2点钟，而且要注意做侪细节，不止开时间，佮费功夫，所以嘛，互饭店业者顺应一阵仔疫情来拼外早上机。在目前疫情的期间呢，其实我们的外带的点心，其实销售量也都一直的很好。那尤其是我们这一次所推出的寿司蛋糕呢，因为它非常的耗时以及费工，所以呢，希望大家如果要来预定的话，一定要事先预定哦，因为我们都是每天呢新鲜来供应的。摆脱传统鸡卵糕的形态，除了让消费者享受100%的点心，更特别的是视觉上的享受。有兴趣民众就要提早预定。但新闻阮自林根采访报道。20当前，威尔刚上市解决这男性伫性功能的障碍，不过有一寡缓解效果并无明显，所以基于比例外科医生就表示，现在运用低能量的体外浸泡，不只无侵入性，伊家嘛证实是安全有效的，只是要一摆自费6000块到8000块不等。基于病比例外科医生表示，一位50几岁男性半当前因为不满性生活，家己上网买不明药物食无效，最后挡袂牢，才选择来看医生。经过诊断，发现伊是血管性的障碍，伫开药食有效以后，经进一步推荐伊使用低能量的体外浸泡。医生表示，这款治疗早就运用伫福建。近年来才发现，伊会当修复体外组织，互血管再生。伫6摆疗程以后，除了性功能明显提升，对着慢性裂喉栓炎嘛同步改善。在泌尿科里面有发觉说，主要有2个问题，包括勃起功能障碍跟这个慢性攝護腺发炎的一个情况。那这个的话，它主要其实就是说，我们会发觉它里面有一些，它其实是一些组织上面的一些构造上面的一个退化，或者是说它的一个像慢性攝護腺发炎，可能它骨盆腔底的一些肌肉稍微就是相对会比较紧绷这样子。那后来发觉就是说，利用这些探头这个比较像算是比较新的一个仪器的话，它其实会有一个治疗功效。所以目前其实目前在台湾泌尿界其实是越来越多在推广这部分的一个情况。对着个人来讲，性的观念相对保守，所以性功能障碍就医比例偏低，所以医生提醒，只要类似镜头，使用这款无侵入性的疗法是相当安全有效的。同时嘛，再次呼吁，千万唔通买偏方来延误治疗的时机。台南新闻阮自林根采访报道。以上就是3月18号的中港台南电视新闻，非常感谢你收看，咱再会。